慢慢来，听听的啊。然后把它煮开就可以了，煮几分煮几分钟啊，煮几滚。就是我们家小时候是自己做豆浆，那他怎么做呢？就是我爸爸他是用果汁机把那个黄豆打完之后呢，就用那个棉布啊把那个沥出来之后再来煮，所以每天早上都有豆浆可以喝。盖子，等一下，如果台湾人没有吃过台式早餐的话，那你可能就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台式早餐真的是样样丰富，太多的选择了。所以我们这出《暗夜微光》呢，可以说把台式的早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你看有够丑台式早餐应该是每个人从小到大生活的一个印记、标签，又或者是烙印啦。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这块土地成长，它算是我们一个已经留在血液里面、刻在 DNA 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摄取这样的能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基因上面的缺陷。所以我觉得台式早餐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难分难舍的一个物品。哇！学做的是港式点心是吧？这样来。没有，有一条很好看，在锅里面。你要不要试看看？台湾猫豆抓。我的回忆是，我记得小时候运动会之前都会先吃1颗饭团，这样才会很饱，才可以去运动会上面打拳跟跑步。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好像台式早餐是一个会让人补充非常多精神能量的食物。长大之后很萎靡的早晨，很难想象小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可以精神很好。所以它在我印象里面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食物。前一阵子我也因为那个要演暗夜，所以我那阵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家人突然知道我要演一个豆浆店老板娘，他们每天都在打豆浆，就我妈跟我阿姨还去买黄豆回来，就自己在那边弄，然后我就跟他们在那边洗豆子、打豆子、滤那个豆渣。后来我一想，不对哦，我去剧组要喝很多可不可以不要现在就开始练习？有啊，你可以去煮菜帮打工。好可爱！先炫耀一下哈，先炫耀一下。可以。台湾的早餐有很多那种炸的东西，好像是我们在日本吃早餐的时候很少吃这种炸的东西。可是那个早餐那个油条啊什么的，其实是跟粥一起吃啊，很配。然后他们豆浆也是很新鲜的，就是热乎乎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确实台湾跟日本的早餐不一样，吃法就变了，就更好吃。因为我自己高中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在国外念书嘛，然后我真的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一次回台湾，因为时差睡不着，然后自己跑去那种美人美早餐店之类的，然后点了蛋饼，因为我最喜欢吃蛋饼，它是肉松蛋饼。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吃的瞬间我会流泪。你真的会从食物从那个香味带回来很多你过去的回忆，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你会这么想念这个味道，然后这个味道是那么的好吃。这个口感。Good， 好吃。很柔软。1、2、3，太成功。